校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今天要来学客家话，欢迎收看咪咪说讲客家微笑讲客语。今天我们要学一些花花草草哦，花在客家话里面是念伐，再来一次哦，伐，爸爸妈妈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念哦。伐就是花的意思，你中意嘛该伐呢？你喜欢什么花？来，你念一次。念得很好。你中意嘛该伐呢？我中意黄的菊花，我喜欢黄的菊花。哎呀，那好像是上坟用的，随便啦。在客家的童谣当中，有很多歌曲呢，都是用花来说，比方说野姜花、牵牛花、含羞草。我们先来看野姜花吧。提到野姜花呢，在客家话里面说的是白鹤花，哎，是这么说耶。白鹤客家话叫做拍鹤哎。拍鹤诶，从小呢在苗栗乡下，常听爸爸说：“你看你拍鹤诶鸟，你看到白鹤来。”一般在客家的观念说，有白鹤来的地方，就代表那个地方很干净、很吉祥的意思。那么拍鹤伐，拍鹤伐就是我们说的野姜花哟。它的花期是在每年的7月，生长在水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种花叫做什么花呢？我们要说的是牵牛花。牵牛花呢，客家话完全跟牛没有关系啊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碗公伐，碗公伐。碗公就是吃饭的那个碗，吃饭我们用小碗公，小的碗，然后吃面呢用大碗公，是大的碗，碗公伐就是碗公花，就是牵牛花。还有一种小时候我们走在乡间的小路，常常会看到那种怎么说呢，叫含羞草，你一碰它就整个闭起来，那种呢客家话叫做干羞法。干羞就是很害羞的意思，懂干羞哦，这是很害羞的意思。干羞法就是指含羞草。哎呀，讲了这么多花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。拍鹤伐是什么呢？还有碗公伐、干羞伐，记得一个伐，挨马一类伐。我是徐薇，下回再聊喽，安之 C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